大家好，我哋係嚟自音樂書院同學會小學嘅學生。我係潘博兒，我係鄭若謙，我係科兒，我係張善月。呢個係我哋嘅參賽作品《智能衣櫃》。衣櫃。大家好，大家平時出街嘅時候，會唔會諗唔到點樣襯衫呢？尤其是係長者行動唔方便，着衫更加係一大挑戰。係時候認識下我哋創作嘅智能衣櫃啦！呢個智能衣櫃設計俾長者用，幫助佢哋獨立生活。智能衣櫃有6個實用功能。第一個功能就係 Scratch AR 投影衣櫃內嘅衫褲。只要用家企喺衣櫃前面，衣櫃就會自動將衫褲投影喺用家身上面，咁就唔使逐件衫着上身時，輕鬆襯出靚 look。對於長者嚟講，呢個功能特別貼心，因為佢哋可能膝蓋唔好，唔想彎腰或者爬低爬高揾衫。AR 投影就可以坐喺凳都可以試衫。襯好衫褲之後，衣櫃就會將自動選好嘅衫褲送到用家嘅面前，唔使喺衣櫃入面揾來揾去。第三個功能就係連接天文台，根據當日嘅天氣提醒用家着啲咩衫。例如天氣轉涼嗰陣時就建議加多件外套，落雨嗰陣時就提醒帶雨衣。長者對天氣變化特別敏感，容易感冒或關節痛，呢個功能就可以確保佢哋着得舒服又合適。第四個功能就係幫手摺衫。對於長者，摺衫可能係體力勞動，容易腰酸背痛，衣櫃會自動幫你搞掂，摺得又整又齊，同埋好靚。第5個功能係監測衣櫃入面嘅濕度同埋溫度。香港嘅春天特別潮濕，衣物好容易發毛。我哋嘅智能衣櫃來自濕度同埋溫度感應值，配合 Microbit 編程，隨時監測衣物狀況。如果濕度過高，就會提醒用家放狂潮出，保護靚衫唔受潮。最後一個功能係衣物消毒。衣櫃入邊有紫外光燈，會自動為你着完返嚟嘅衫進行消毒，殺死衣物表面上嘅細菌，減少病毒帶返屋企嘅風險，保持衣物乾淨衛生。呢個智能衣櫃唔止簡單方便，仲好貼心添。希望大家鍾意我哋嘅發明啦！多謝大家。